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3篇21到28节，箴言第22章1到21节，罗马书第3章第9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谁比较强？我们家第一胎的孩子是双胞胎的男生，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出国之前，他们长得非常非常的像。我们也在带他们出去的时候，时常会遇到一些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都会问：哦，长得这么像哦，是同卵的吗？然后就会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人就会说：哎呦，这个比较白哦。然后也有人说：这个比较可爱。然后有其他人会说：这个比较聪明的样子哦。这些比较的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在表达说，另外一个比较不聪明，另外一个可能比较不可爱，或是那个长得比较黑，言下之意就是比较不好。人时常喜欢用比较的来看事情。我比你高我的成绩比你好我的表现比别人棒我的 IQ 特别高，我的学历比别人好。可是也有人说我考某个大学入学的次数比你多。礼拜六的晚上，在跟教会青年分享的时候，他们在谈到学校，读什么大学，怎么样。然后牧师也就开玩笑跟他们说：“人家我也是台大的耶。”他们就瞪大眼睛来看我。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是台湾长大的。”牧师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无论就读任何一所学校，只要是尽心尽力的学习，都可以有非常好的人生表现。重点其实是在后面的人生了因为学历或是你用比较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在人生上面的道路上可以来得胜的。我们看到箴言第22章的经文，这样子的提醒我们。他说：信誉比财富宝贵，名望比金钱可羡。贫穷人和有钱人亦有一处相同，二者都是上主所造。再讲一次第二节说，贫穷人和有钱人有一处相同，二者都是上主所造。机警的人见灾祸就赶紧躲开，无知的人却上前受害。敬畏上主、存心谦卑的成果就是富足、光荣、长寿。当然接续还有更多的教导，值得我们细细的去研读反省。其实犹太人本身就有这样子非常严重的比较心态他们喜欢跟人家比较了喜欢把人家比下去，好像把人家比下去，他就很好了那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选民他没有说的那句话说你们不是选民，说你们比较差。所以他们称非选民为外邦人，有一点歧视的感觉。那更明白的说，他们想要借个这样子的态度，这样的说法来表达我们比较优秀，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先，使我们成为了选民。这样真的是圣经的教导跟原则吗？
我们看到保罗在写给这个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信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那么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他说没有这回事。我已经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处在罪恶的权势下，正像圣经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起走入歧途。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他们舌头说尽了诡诈的话，蛇一般的毒气从他们嘴里发出。他们满口恶毒和咒骂，他们的脚奔跑如飞，到处伤害残杀，所到的地方留下破坏和悲惨的痕迹。他们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敬畏上帝。我们知道法律的命令是在向法律下的人说的。为要全世界的人都服在上帝的审判下，使人不能再有什么借口，因为没有人能够靠着遵守法律得以在上帝面前宣布为义。法律的效用不过使人知道自己的有罪罢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开宗明义的说，那么我们犹太人有比外邦人强吗？没有这回事。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宝贵的，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在箴言第22章2节，贫穷人和有钱人有一处相同，二者都是上主所造。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最宝贵的，如同箴言的经文讲到的而且上帝其实真的是不偏待人。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拿出家里的收藏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是像牧师喜欢手做的东西 handcraft 一些手做的牧师也喜欢画画，那当然牧师也喜欢跟人家分享，但其实也仅于分享而已，就很高兴嘛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或是目的。但是却时常碰到有一些人这样回答，那又没什么，我做得更好。甚至有人更直接的就这样挑战，要比吗？我的也不会比你差。其实真的不需要如此。如果上帝真的要让我们生活在让我们的生活蒙到他的赐福，其实不是要我们用这种比较来做的，而是要我们在我们认为自己有的比人家更多的这个情况之下，而愿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的人。若是要比，其实台湾有一句俗语说人比人气死人就是说讲这个比也是没有用的了因为呢一山比一山高我们的人生是比较的人生吗？我们的人生还是一个领受感恩，而且用服事来回应上帝赐福的人生呢？想一想，有这样的人生能够使我们更充满喜乐吗？如果比较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比赢了你就有福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样的教导是很明白的。